啱啱整完收工啦，老細仲俾得100蚊茶錢添，正。你估幾多成啊90%啦，呢啲完全有可以搞㗎？係咯，呢啲完全冇問題。好，OK，唔該晒。好，唔該晒。拜拜。咁好啦，今日整呢度1400蚊，整呢個簡簡單單啊，不過都係要打磨，底色要做得好，紋要畫得靚。原來佢仲有一笪㗎喎，唉。而家幾點啊？哇，10點半，快啲走人！等啦，熄燈走人，拜拜。